雨辰，今天你要做的第一道料理是这个虾子的料理哈。讲到虾子，可能大家会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虾子到底要怎么选？好，那当然常常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大概都知道，因为这个我一定会问啦哈，不厌其烦的在问呢。我们还是要问雨辰，像他今天这个虾子呢，是你买的时候是有带壳的，对，我买的时候是有带壳。那有带壳的话，当然很多人就是说，在挑选新鲜，就是说看它这个头尾有没有这种身首异处啦，对，好，然后就说紧不紧致嘛。那可是如果像我们这样已经人家处理过的，你要怎么去？你又不能去摸，说有没有弹性。要怎么去辨别？我们主要是会看它的尾巴，看它尾巴有没有对，尾巴，因为其实它不新鲜的话，它其实尾巴的颜色会变比较深，会变整个都是黑色。哦，就是这种浅的地方也会变比较深，就对了，不是只有这个地方深。对，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它的虾肉，虾肉要摸起来有一点弹性一点点。要有点弹性的。然后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拿起来闻看看，有一点虾腥味的是正常的。那如果没有虾腥味，还有一点碱味的话，表示它是有泡过红砂。反而对不一定是新鲜的。是。那我们今天第一道要做的是茄汁大虾。对，那我今天准备的是牛番茄。那我们先切角。用茄汁的话，我想一般我们做这个茄子，就是说番茄的料理可能都会用到那个番茄酱，对不对？对，主要用番茄酱是让它有一点颜色番茄的味道更浓郁哦。对。那我们洋葱也是切角。好，那我今天带来的茄汁大虾，我还会附一个面包，就是我希望用面包的它去沾那个茄汁的汁，吃起来会不错。不过我觉得你今天这个面包也很特别啊，观众朋友有没有看到？它那面包紫色的耶。对，这是用台湾的地瓜去做的一个地瓜。台湾的这个紫地瓜哈，是里面它包的是什么？南瓜吗？一样都是地瓜。一样都是地瓜哦。它是用紫地瓜跟一般的地瓜一起下去做。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我对面包也比较没有这个防御能力啦哈，我只要看到面包我都觉得很想吃哦。当然吃面包，怎么讲？怕胖的人呢，尽量还是少吃这种淀粉类的哦。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茄汁大虾到底要来怎么做哦。那我们先虾子的部分，我们先沾太白粉下去炸。事先要不要什么腌一点酒啊，或者是说那个盐巴这些？这个对，这个已经有我事先已经都处理过了。对，有包括腌它的味道啊，以及去它的腥味。所以你事前你是用什么东西去它的腥味？一般的味道跟米酒。米酒就可以了。那我们粉大概不要上太厚，稍微沾一点粉。主要用太白粉的用意是要让它的口感可以脆一点。而且我发现了像我自己在做炸虾料理的时候，我发现有裹一点粉就是沾一点粉再去炸，跟你原本这样去炸，其实吃起来口感还是有差。有差，因为沾粉它外面有一层粉去保护它，肉也比较不容易柴，然后那种里面的就是说虾的这种鲜甜味道也比较容易被保存在里面，对不对？是。那我们油温大概拉高一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虾丢进去炸了。哇，这个油温真的很高哎。对。老师，那个油温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我今天因为你选的虾子比较大只嘛。是。那如果选的虾子小只的话，油温需要那么高吗？也是一样吗？油温尽量拉高一点，因为虾子里面的水分多，它下去的话容易油温让它降温之后，它粉会容易就是散出来。所以要让它瞬间呢，就那个粉呢就直接就扒在那个虾子上面哈。那难怪我自己在炸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在炸这样子的虾子，或者是说不管是肉的料理呢，那个油都会粉粉的，就是很多粉都会跑到那个
油里面去。是哦，原来这是跟油温有关系。对对对。其实老师，我要问一个跟这个虾子没关系的问题啦。因为那个我前2天啊，就到一个天母一家那个店啊去吃这个料理啊。哇，那时候我看过哦，我吃过啦，那个鱼啊煎的最漂亮的一个店家了。那请问一下，鱼啊在煎的时候，它那个颜色非常的均匀，它不是用炸的，它就是用煎的。那可不可以顺便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都跟缇娘一样哦，非常好奇要怎么样可以把鱼煎得这么漂亮，是不是也是要像刚刚这样沾一点粉呢？其实沾粉或者是沾盐巴，让它外皮一样有保护住的话，你下去，一方面它锅子不会粘皮，对，一方面它会让，因为它外面有一些的粉跟盐巴让它保护着，所以鱼皮会煎起来会比较脆。OK， 我们的虾子起锅了哦。那这时候呢，我们盘子上面呢垫一个这个厨房的餐巾纸哦，让它把油吸一下。然后我们虾子炸好之后，先把我们的这个面包先进烤箱。好，要给它烤得脆脆的。对，先让它烤一点热度，一点脆度。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开始炒虾的部分。首先，我们先用蒜头。还有一点点的姜丝，进去做爆香的动作。那我们酒酿也可以进。今天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要用酒酿哦，来带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个风味哈，它也会有一点甜的味道，然后酒的味道其实还好吧？其实还好，它主要就是因为它酒酿有经过腌制的一些那种风味会比较香。那这是绍兴酒，我们加一点进来提香。我发现哦，以前你们在餐厅做哈，是不是绍兴酒用的很频繁？因为在粤菜里面用绍兴酒都是普遍都是用对，都是用绍兴酒去做一个提香的动作。以前我觉得绍兴酒的用处就是我们做醉鸡的时候才用，对。但是我接触很多这个粤菜的那个师傅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粤菜这么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是用米酒去烹调，是用对不对？都是用这个绍兴酒。那我们加一点水。粤菜里面会常常用到甜酒酿吗？比较不会，主要都是做一些虾子、茄子大虾，还是其实甜酒酿在上海菜会比较普遍去使用到。哦，对，像我们一般的这个，像我周围的朋友就知道，甜酒酿通常都是我们煮那个什么汤圆的时候，对，酒酿汤圆、酒酿汤圆啊，或者是芝麻汤圆的时候才会用到。其实甜酒酿来做菜啊，是特别的好吃哦。没错，把牛番茄还有这个洋葱丢进来。再让它煸一下。这要煮到什么程度？可以了，然后再把虾子丢进来，稍微收汁。好，稍微收汁就可以。对。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茄子大虾呢，虽然是很简单哦，但是呢，要让这个虾子好吃呢，很大的一个这个秘诀就在于刚刚开始老师呢在炸虾的那个过程里，就是油温一定要拉得非常的高，让它瞬间把这个就是说整个这个鲜甜的味道呢锁在呢我们的这个太白粉里面。那我们将烤好的这个面包可以摆盘，好可爱哦！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摆盘也都是每一家都非常的用心找出很多很特殊的这个摆盘的方式。对啊，这个其实是竹子，对不对？对，没错。哦，你看还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木然后呢，它把它这样削成这个样子，它超可爱的。我们虾子就可以盛盘了。那我们最后
再放上一点葱花。这是宇辰呢，跟各位观众朋友呢分享的第一道呢这个虾子的料理啊。